那个尸体咧看来话又啊，係當嚴重嘅一個手術，因為謀害我的性命。其實從現代醫學來看，就啊，它是可能是颅內啊腦下微血管來個破裂，安尼諸葛亮死得很凄慘啦，出師未捷身先死的，常使英雄淚滿襟，你變成整個胃裡面都是血，到一個程度它就嘔出來了。親愛鄉親朋友，大家好，歡迎收看今晡日來維基百科，我係接班來個講師范江正言中醫師。今晡安尼討論來個議題呢，從中醫師來觀點來看，個《三國演義》。那《三國演義》裡邊有請到個英雄豪傑，也有請到精彩來個醫案。那今晡咧非常歡迎現場除了我以外，有3位郭吹生，請佢自我介紹一下。時常好，我係正泰中文的陳冠。時常好，我係台泰戲腔的李元金。時常好，我係馬彩優，表演讓對教泰外文嘅畢業。3位春係郭吹生咯，今晡呢一張議題唔知大家對呢三國演義裡邊有議案有關嚟議題啊，唔知有乜嘅形式麼？個三國演義裡邊，華佗為關公割骨療土，迄種馬肺散呢種係做嘅種馬肉，像阮掠下咁係用馬肺散，馬肺散係乜嘅東西？因為了典故是因為楚楚打關公嘅時候啊，在上戰時候啊，關公在右手背上背種剪頭，因為嗰下佢種剪頭之後又啊，拜託嗰花佗來看，花佗看講，你係嗰烏挑頭，烏挑剪頭，你係其他方法咩？割開來，刮骨療毒啦，但係骨頭來刮鐵，種頭嘅位所刮鐵，因為你也算一種是那個時代該時代係算是一種下嚴重嘅該醫療行為去手術，所以一定要用馬藥。你係上村你係馬肺散藥啊嘅配方最主要兩味藥嘅是白花曼陀羅，還有另外一隻是嘅羊脂煮草。呢兩味藥其實佢係用現代藥理來分析就話，佢就嘅鎮靜止痛麻醉效果。因為啲特殊性就話佢用酒落去送就話酒精因為有麻醉效果，所以參探皮咧就話原則上咧看是有嘅麻醉效果啦。不過講事實上從現代咧看法就話也冇人哋用咧，所以講到底效果用起冇唔知啦。不過佢啲咪即係含喺像木梨蘆素。也講本身嘅藥啲咪含嚟使用啊，什麼鎮靜止痛之外，又啊，佢對種心血管系統，還有對會抑制心跳的速度，會擴張，我們的等於說瞳孔會散大啦，皮膚會潮紅，會充血啦，血下痘痘會嘔里毒啦，不毒素會痛啦，類似這種毒性就確定才是有的。先生，你嚇中意進行係冇外科手術嘅係冇？從家下講要話唔係講完全冇嘅外科手術，因為剛剛講嘅理學興盛以後，又話身體發不受之父母不敢回傷，所以才慢慢的沒有。像我底下又話很係窮用，又嘅眼科又話有些醫師蠻厲害的，將眼翳部分還是用個針灸針，然後把它做剔除的動作，這個也是算外科的一個環節，包括從底下又叫蒼陽啦，潰瘍或者一些給醫師看，或者甚至燒燙傷，有些也是找中醫看，那也算是外科的一個環節，這部分對，還有一點要提醒大家，因為白花曼陀羅它的長得跟那個野百合動相巧，所以講你係去到個散毒藥啊，看到以為是百合花，想摘回家插在家裡面，那不小心沾的那個汁油啊，是會引起個皮膚個過敏，也可能說因為潰瘍暗因，所以講大家要注意化看欣賞所了，盡量唔好凊彩是雜轉入下。各位同學，你有問問題嗎？我有問題。聽講初潮從頭頭牙痛、膊頭風，發到險叫開頭牙治療。
你哈含就头风啊，总会偏嘛。初初吼，万一得了只平吼，了用种头风痛吼，了头痛吼，是按反反复复唔会停。当然有听的学是讲，嘅发作频率还够的哦，啊，所以就因吼是推荐改下有名的名剂吼，发拖来到去看下平。不过初初的平镜呢是伫个咱抽哪度，啊，去判断了吼，又啊这个视诊以后，敢不讲，要快抽哪对抽哪度又啊，个取出个风险人为之的好，啊，那问题的时候啊，抽哪快到，包括那些就啊，该那个尸体咧看来话又啊，是动严重的个受损，啊，去躺落唔是躺过，其实吓到来说，因为谋害我的性命，所以去想讲，人家讲不是东西，是要灌起来啊，很不幸啦哈，后来发脱也死在狱中了哈。那就按你探讨一下问题的时候啊，想可能，实际从现代医学来看就啊，它是可能是颅内脑下微血管来破裂，颅内出血就对了。那情形引起的第一个像我们讲的小中风嘛，或者说因为撞击以后外伤，因为打仗嘛，还有一点是你看给工作环境的一种你看要勾心斗角，对不对？熬夜不睡，然后又吃香喝辣，给一叫谜语，对不对？这个醒握天下权，醉卧美人膝，所以可想象口上起来一个肾反就是有一点点的糜烂，也有一点点的讲一点点实施的这个怎么讲如履薄冰。所以按理清晰他可能有得到高血压，血压偏高，所以引起不小心这个头脑哪个地方就破裂了，慢慢的渗出血液，血液渗出来，血清渗出来，就是会风涎，涎就像鼻涕的意思，那种液体，所以拆开来就是血清的意思。所以说你是用现代医学来讲。开脑，把它从里面抽出来。事实上，用现代医学来看，这是正常癌，是颈胸癌跟球损合理的。先生，我想问讲，你现代人敢很有可能得到癌的病？事实你冇病来讲啊话，乜个尸体成就，最主要有呢，按你肾法要规律，工作压力成动态，按你每一天的时间嘛，都是24小时都固定，每个人都一样。所以烟在爽油大家怎么讲？生活作息要稳定，莫暴饮暴食，然后饮酒不可过量，最好按你烟酒为忌，因为你要对按你心血管系统都是很大的伤害，会导致我们的血管变硬变脆，血管变狭窄，按你建议要引起按你这种小中风的现象，就脑血管、微血管的破裂几率还好够，引起从曹操安呢又要常常头痛，惊心动魄。是现在在我们讲了门诊的地方常常患者沟通以后他去检查，常常会看到个 X 光片也系讲安尼个断子扫门对不对？有的小微血管破裂个痕迹，尤其年纪下到50-60岁，从安尼讲。曹操的年纪他发病的年纪没50-60岁，该烟团也是说到老年以后有没有就开始这种问题出来？年轻人出现这种现象并不多，但是又很容易那过劳死、爆肝就是这样子。好。想爱问三国演义里头有一只动有名的军师，叫做诸葛亮，佢最尾係有血尸体咧，想請問佢用為何人有血尸體？按講好有血尸按你諸葛亮死得很凄慘啦，出師未捷身先死，對，常使英雄淚滿襟，因为基本原因为有血它是有一个前因后果，实际上可以动重性原因。为咱讲三国这样传下来有没有？关公对不对？最终你也盖诸葛亮他的智慧往往被人家称颂了按讲诸葛亮基本买为有血死我个人的看法吧因为吃不好打仗的时候有没有常常可能要果挑类，所以引起消化性溃疡。也是食道引起食道逆流，引起食道的溃疡。当然这是一大概情形啦也有可能因为食道食道静脉瘤破裂，但食道静脉瘤引起的因素台地的肝硬化，我感觉肝硬化几率很高
好，因为有人因为地面台教生地，佢前日读完后，台教水咧，阿兵哥又话将水咧去喊地个盘供，既然又话动故谋，因为求好心切。你看，连士兵犯错一些又话兵人犯错一些，打20大板20个军棍，他都亲自要监视，可能安的处罚。所以讲，既然研究当然是怎么讲呢？就是说严以律己，然后当然宽以待人，没有错。但是跟实际上因为匆匆按了一下，导致他的肝有没有一直在焦虑、忧虑、在环境之下运作有水不好，洗有洗不好，所以引起个胃溃疡整个一连串串在一起，整个猛爆出来。尤其这个日积月累所以都经验期都差不多68岁所以整个爆发出来所以在大概我记得给63岁是狗性来的。按你从中医的角度来看来吧，中医有所谓的情志病，所谓的内伤七情，外因六气。所以讲七情情志病，在中医来讲话，所以忧思伤脾，是影响他的这个食欲嘛。所以讲，当初在诸葛亮派大使出使去见那个司马懿的时候司马懿就问讲，你诸葛亮要在3餐饮食的这个怎么样啦？就是讲，哎呀，你俩凡事像跟他讲又打你去爬军棍来研究亲自执行，还有点是你上餐是3升而已啦，表示讲你食到动烧，食动烧就蛮严硬，因为心情开，胃口就开，他心情郁闷嘛，所以讲胃个食欲是降低，所以你食到变动烧，动烧的时候你也个胃酸分泌很多，等于胃在干烧。你肚子饿了应该胃酸分泌动豆，虽然有消化性胃酸，还有这个保护性胃酸，不过应该胃酸动豆的时候你就很容易引起我们的胃溃疡。溃疡的时候，当然轻度的时候，你也胃壁是会风停，风后从扯上再个蠕动样但是你讲长期按药毒时模式从现头因为动豆又胃食道逆胃痛的现象，称容易药果挑起。诸葛亮即是匆匆药果挑。身先士卒，阿兵哥没吃，他就没吃，阿兵哥有吃了，必然有血，所以按的清新就是往往是导致他胃有消化性溃疡的现象，轻微按讲是渗一点血，严重你变成整个胃里面都是血，到一个程度它就呕出来了，所以这是变成说消化性溃疡引起到呕血的一个现象，因为安那些部下是常常对他有点心生不满，确定他睡着，不省人事嘞，所以其实趁他睡到一些是拿刀子把他给捅死掉。三国伫背主义迄清除民劳亲人头代表人物所以我想伫讲有一句话按照诸葛亮三喜主义。请问本人前世也是敢迄有可能发生的情形？你的情形讲起来是你前世读了种看到演戏有没有气得要死，对不对这有没有可能有？这演到引起心肌梗塞之类的，有没有？因为整个压力嘛你的情形就有。事实上，该下延续挑战个样问题我们讲忧思伤脾，对不对？怒伤肝，类似这种气。引起到你整个血压的飙升，甚至说那种血压飙到一脚枪头一些脑溢血、脑充血对不对？变成中风一样，直接你说脑干出血好不好？是不是不可能会死掉呢？有可能。他年纪轻轻案头上要36岁是狗性的，他为什么？理论上当然有前因后果，还是一样吃香喝辣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条件因素。还有点是那样，因为你位高权重些往往心高气傲。理论上来讲的话周瑜你哪个评论他是一个
很有才情，好，动吹琴，然后动对音律哈，然后动有了解的音。原则上来讲，他能陶冶性情，人过披喜动吼。但形容那样这种东西，从这个讲来，寄生于何生亮那种纠结那种情绪，等于说我是天下第一那种心态有没有？往往等于说就是这样，纠结就是这种，准备输赢，准备输赢，一天的帮个主公有我哈，对不对？孙权把这天下打下来，哈，建立一个国家一样，我要名留千史。所以因为常常这样子，好，所以就引起这种疾病的可能性就比较多。其实我唐宫有一种幼儿园到诸葛行军山，其实嘛个幼儿园经营老诸葛亮有关系嘛。呀，诸葛行军山吼，系安尼诸葛方面来事实吼，唐宫系家不用方面来，吼，那个东西是讲，因为安尼记得叫做啊，给欺下这个南蛮的地方有啊吼，七擒孟获。好，有这个典故嘛？哈，那要因为当初这个南蛮地方哈，就我们讲云南这个区块有啊哈，可以瘴疠之气很严重，所以讲很容易在天气很热的时候啊，在征讨在经过3年的时候啊，暑热啦哈，还有在瘴疠之气的时候，安尼部队兵员很容易就是病倒了，所以跟反民的角过来时候啊，好，除了能够去暑啦、解热啦。排毒、解毒这些的以外，它的药物来讲，组成哈是讲又麝香啦、冰片、牛黄啦、硝石、硼砂、珍珠雄黄，还有最后一个姜粉。姜粉这种东西，其实讲是当好用，因为俺妈透过是传奇讲哦，日食的3000姜，50送盖清作方，所以讲姜的东西话，老了都让我参之后哈，眼粉又话，阿斌哥又话用竹竿台呢啊，觉得。这个身体又啊，摸送上来些又啊，告到一些安尼军师告来，是这个是洗涤了，好来避免这瘴疠之气，好，所以等于说整个避免到兵员的损耗，所以讲这方面呢又啊确定有效，又都因慢慢就改头变成行军伞，当然传到吴国一些又啊，它是变成说武侯行军伞。名模穷用，但是配方啦大同小异。它配方是比较有精准，它给组成呀，对韩国钙分量有啊，传下来。谈讲张飞啊，水木的时节，木竹爱打青葵，还有啊，去打虎上青苔。啊，请问那种的状况，迄样办？讲到壮飞又啊，两人是动身体他脾气还暴躁，对仆下又还不仁慈啦比较残忍一点点因为安那些部下是常常对他有点心生不满，所以就把又去水木水苔些又可能并不当当，还有一点是呼声鼾声如雷，就感觉他确定他睡着，不省人事嘞，所以其实趁他睡到的时候是拿刀子把他给捅死掉，是要气的。安那情形在讲吧，是讲广东木就当大家给特点对讲好不好？从现在来讲叫做羊眼到兔眼，秧木柱到土木柱，安那情形，所以眼睑闭合不全。原则上学门按讲法，就是上下眼睑的肌肉可能松弛无力，也还讲他先天上头是比别人还短，所以合不起来。这本来就是这样。但是你的情形是比较特例，还小按的情形，没讲大沙是肉。这一点，他不是这样。主要按你而主也是讲，刚才讲的
鼾声如雷俩点就啊打呼，俩点是说按你讲俩现代病学在学名来讲是叫什么？睡眠呼吸中止症。先生啊，想问讲，用白人较快报了睡眠呼吸中止症。事实上来讲，这个根源于还是你的呼吸道的问题。好，你既然肥胖都是病啦，这么讲哈，啦哈，所以按你第一个要减肥，然后在国内呢，你还打呼声，它也动还需要一定的去控制声，就话针对这个问题去处理。啊，不管中西医都可以。从中医来看的话，它一定就是针对这个鼻道去改善，好，效果也是很不错。一般打呼，提点打呼有啊是因为有哪样呼吸道有啊狭窄，鼻甲肥厚，鼻黏膜肥厚，还有一点是可能有鼻窦炎啊都有引起的还有一点是鼻道的塌陷，是上头有这鼻梁有啊是下拉落去，所以按那情形的研究啊，又搭配上他的一个体材有啊身材，像说比较肥胖啦，这个脖子的人比较粗的人，赶紧触完研究啊，这种发生这种打鼾，就说打呼的现象是还会很严重，所以相对来讲啊，引起所谓的呼吸中止症，情形也较多。还有一点是讲因为它的特性，也就要它呼吸的氧的交换率就变得比较降低，所以研究它特性容易睡不饱，红了些整个听到整个晚上睡得很熟睡，鼾声如雷抖天光，对不对？拍沙窗摸下都睡，结果贵牙摸睡，因为起来都觉得很疲累感，所以这是一个特点，是一个病态。好，那这个情形来讲从中医的角度来看的话它除了说呼吸中止以外，睡眠的时候，还有一点叫体质偏胖，偏胖就是痰湿的体质。那研究还会下太口，除了鼻黏膜这些会比较充血以外，相对的，因为它呼吸的氧气比较不足，会引起五脏六腑，所以相对来它老化现象，因为它气机升降失和，会影响到五脏六腑的怎么讲失衡的现象，会比一般人都严重。那包括你排便也好啦，肠胃道吸收也好啦，或者是说你的肝功能都要称为贵下欠能以，事实上它是很广泛来。所以说不要小看说晚上打呼停，所以讲你讲像今天你不快个痰液水质又发现时间我们讲运过痰液贵下的打呼冇要紧，是需要规劝它去控制性，把这个问题给解决掉会比较好。以上係基本安尼維基百科嘅上課內容。安尼從中醫嘅角度來探討三個時代嘅精彩嘅議案希望你哋有收穫良多也非常歡迎安尼嚟聽時間嚟向前朋友下度繼續嚟收看安尼嘅維基百科。